大三巴那扎廟值理會主辦乙巳年恭賀那扎太子寶誕，暨慶祝澳門特區成立26週年系列活動重頭戲那扎太子出巡暨飄色巡遊，6月12日下午3時於大三巴牌坊盛大啟行。逾50支來自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海外藝團及廟宇隊伍陣容鼎盛，沿途鑼鼓喧天，吸引數千居民旅客夾道喝彩。值理會會長葉達表示，活動旨在弘揚國家級非遺那扎信俗，透過傳統節慶啟動社區經濟，以民族文化為紐帶，團結各界傳承中華文化，為社會釋放更多正能量。巡遊隊伍由大三巴牌坊出發，經議事亭前地折返那扎廟。活動首先在進行熱烈的搶花炮儀式，參與者爭相競逐，寓意祈福納場。有成功搶得花炮的旅客表示，這種傳統節慶很有意思，借此對那扎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巡遊隊伍中結合戲曲元素與童趣造型的飄色表演尤為矚目，小演員裝扮成神話人物立於彩車之上，引得沿途觀眾頻舉手機拍攝。途經手信街、噴水池等旅遊區時，旅客除觀賞巡遊，更順道採購手信，帶動小區消費熱潮。活動同步安排非遺工作坊及文創市集，持續至本月16日，深化旅遊加文化體驗。